美国总统川普今仔日去佛州发表演讲，伊就是伊伫华府顶礼拜发生枪案了后头一届公开活动。川普讲，伊朗无提出互美国满意的方案，所以无拍算要撤军。另外，因为欧盟无遵守贸易协议，所以按算要甲欧盟进口车甲卡车的关税提悬到25%。 由于川普的记者协会委员枪击案发生将近一礼拜了后，川普来到佛州共和党的大票仓，有退休城之称的维奇利斯草坪镇头一摆公开出现。So they want me to be in a secure place. I said, "What's more secure than the villages?" 在个其中选举要到话，川普跳工来向当地老大人推销伊的税收拄变价优惠政策，也向少年选民推销伊的新政策 GLP-1 减重药物保险给付。 英国为公讲话，伊佫加回头讲向伊朗。 But they're not coming through with the kind of deal that we have to have, and we're going to get this thing done properly. We're not going to leave early and then have the problem arise in 3 more years. 对着美伊中东情势，福斯新闻拜五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团随向川普提案，对伊朗发动最后一击的军事行动可能方案。当时以色列防长卡兹4月30日讲，大量武器再装备已经运到以色列，准备来引领美伊谈判。下礼拜前半礼拜可能破裂的情况，代表美国甲以色列拢无排除对伊朗恢复军事行动。另外，美国五角大楼也已经宣布，要伫未来6个月到12个月，撤出大约5000名驻德国的美军。 外界普遍认为这是对德国总理梅尔茨进行对美伊战争批评的反击。2005年年底为止，驻德美军大约36000多人，撤出5000名美军虽然不是全部，不过明显的这是代表美德关系正在严重倒退。因为关系严重倒退，要美欧的贸易。在佛州演说中，川普也增加宣布，由欧盟无好好来履行对美国的贸易协定，所以要将欧洲车的关税对现行15%调悬到25%。Well, Jameson, we all did a great trade deal, but the European Union has not adhered to it. So we've increased the tariffs on all cars coming into the United States by 25% and trucks. 一旦25%的关税确定一平，汽车制造大国德国的首先受到影响，欧洲其他汽车制造商加供应链也遭受真大的打击。结束退休城演说了后，无几点钟了后，川普又出现伫棕榈滩一场论坛俱乐部晚宴。除了伫演说中讲，美国海军一平对伊朗港口封锁时表现甲亲像海盗共款，也宣布美国已经卖出1亿桶委内瑞拉原油，下个月会再卖出另外1亿桶。公视新闻王路梅编译。